因此可以利用这种特性设置公共密码，好让 A 方与 B 方相互之间可以解读。但是第三方想要知道这双方之间传递的信息，则很困难。RSA 公钥密码体制。现在假设有 A 和 B 两人取两个相应的素数 P、Q 及定义语。随玉，哎，老师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什么，就是我觉得我连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。郑老师，随意是被我拖来密码社的，他对数字不太擅长，所以你讲课的时候可不可以稍微慢一点？所以我当初就只有叫你和陈浩轩来，随玉会拖慢我们的讲课进度的。我教的已经到了大学程度的密码学和数论。随玉，你吃不消，最好离开，换到别的社团去。好了，我现在出几道数论相关的习题，陈浩轩、夏长安，你们回去做。郑老师，会讨论不同类别的密码吗？像凯撒密码、注释密码，还有一位式密码。那些经典密码对你们来说都太简单了，靠人力就可以解读。你和夏长安不需要学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我会把在密码社讲的习题和解题步骤上传到我们共用的云端空间，你们进入到空间自行下载来复习。下周5见。冰块跟我作对就算了，连老师讲话也这么不客气，他们有什么毛病？